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知。国内今仔日本土病例有35699例，另外国际上侪高主等咧炭烧，44个国家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政府公布2020年国内平均所得即服役甲散车是差149倍，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讲到这7月7日，香港移交当到中国满25年，李家超宣誓上任香港特首，习近平也伫咧谈话当中，学到一国两制是伟大做法。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的本土病例增加35699例，这中重症个案221例，死亡人数121人。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台湾呢，那这感染死亡率偏世界主要国家搁较低，而且这超价死亡数也是世界第2低。国内新冠疫情确诊人数搁再减少。指挥中心公布7日本土新增加35699例，死亡个案121例，有221例中重症的病例。伫死亡的个案内底，包括一个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的查某囡仔，也若今年累计到达。本土确诊病例有373万例，死亡个案有5919例，致死率是0.16%。死亡率上悬的也是以70岁以上的社会人为主。也若9岁以下囡仔确诊的个案累计超过40万例，死亡的人数是17例。小朋友的年龄的致死率是10万分之4哈，那比先前的这个10万分之5有略降的一个情形。今年国内新冠疫情大爆发了后，超额死亡的情形嘛引起大家的关注。指挥中心表示，根据经济学人的统计，台湾染疫死亡的比例，若比世界主要的国家较低，超额死亡的人数嘛是世界第2低，敢若比纽西兰较济尔。整个这个死亡跟那个染疫的经验都在下降。COVID-19 每100万人死亡数都是看从过去一开始2020年开始到现在。另外，指挥中心嘛公布，若符合以下的条件，医师就会当通报中和感染。已经解除隔离甲治疗的确诊个案，发病伫1个月至3个月内，症状恶化加上 PCR 阳性，CT 值伫27以下，或者是快筛阳性这几个条件。医师就会当做法定传染病，通报中和感染，比较确诊病例来处理。若是染疫复原超过3个月，只要 PCR 阳性，而且 CT 值伫30以下，快筛阳性，会当由医师评估了后来做通报。那通报之后呢，就可以先按照这个确定病例的方式来卫教，还有如果有必要的一些开药。另外，高主的疫情为欧美透到亚洲来，台湾嘛伫顶日出现头一个个案。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到6月29为止，累计已经有55个国家，至少有5022个高主确诊的病例。目前以欧洲甲美洲的情形上界吃力，其中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甲葡萄牙是病例数上侪前5名。所以嘛宣布，为即时开始提升全球44个国家高主旅游警示到第2级。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民众的妈妈本地住伫新北市三剑某一间宗教机构，个月时阵伊的心跳甲血氧一直咧降，落尾送到阿东病院去诊。经过这检验了后，确定是去染到新冠肺炎。想袂到是等29点钟才转到专职病房，过2天了后人就忘记啊。家属质疑讲，这宗教机构是毋是有伫咧暗砍其他人确诊的情形？今日家属也要求讲，要爱找出真相。这一段期间，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打电话问他养说我妈妈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跟我们讲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OK。甚至礼拜1就是23号那一天，还跟我弟弟讲没问题。但是24号就有问题了。陈先生会这样激动，是因为伊讲伊家己92岁妈妈本身有糖尿病、腰子病，拢靠轮椅行动，而且送去一间新北的长照机构。5月24，妈妈心跳甲血氧一直降，经挂急诊，去互温子宫病院拒绝收治。落尾去阿东病院挂急诊，验出确诊，等了29点钟到5月26才转去专职病房。结果5月28就过往，对发病到死亡才4天。陈先生佫提出录音档案，指控长照机构院内有确诊无数。我这边跟你讲说，土山那一天的结果是只有这个是阿环长辈，然后就是有确诊。应该是说我们有照顾人员是在隔3天之后，然后被确诊。那我们之前问你们为什么都没有讲？
家属担心是指控长照机构无伫咧第一时间甲家属说明状况，无确实消毒做好分层分流，甚至讲机构人员对确诊的长辈后送机制拢无了解，也批评新北市专责病房的空房率伤低，延误就医。并没有说有拒收的状况。根据医院的判断呢，这一位病患呢是需要住在专责 ICU。那我们的专责病房呢，空床率呢是在30%，但是呢，专责的 ICU 的需求就比较高哈。像当日呢，这个空床率呢只有10几%哈。新北市卫生局表示，机构甲地方卫生单位拢有照 SOP 的流程伫咧作业，包括机构伫咧阿嬷快筛阳性，就有序联络专职病院，也澄清第一间病院的加护病房是因为客满才会无收，并无拒绝收治。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澳门的媒体报道讲，有一批对台湾过去这酸药样本有检出无含气盐病毒。澳门政府已经把这20箱计共100公斤的酸药先处理掉。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伫咧台南参加戏面座谈会时阵表示，全世界只有中国会检验外包装，也强调讲这科学证据顶头，并无发现讲这外包装拿出有病毒会传染互人的案例。台南的酸药当咧大出，今日去玉井青果市场，会当看到真侪民众当咧拣酸药。不过，澳门的媒体报道，有一批对台湾进口的酸药样本检出新冠病毒阳性，各人听到这个消息，拢感觉不可能。那是不是到国外的时候，在他们的海关那边，还是说他们的包装人员那边有确诊，有这些疑虑啦？但是政策上有一些打压。透早讲看到这个消息，我嘛是感觉很夸张啦。对啊，产量已经锐减啊啦，对吧？对农民的正打击已经不多啊，不可思议耶！无可能发生，伊嘛是要犯一寡莫名其妙的罪名啊。实际去澳门的市民服务中心的网站去查，确实有公告一批对台湾过去的20箱100公斤的酸药全部销毁，而且禁止进口1礼拜。对这件代志，初一早起伫咧七股甲西面参加座谈会，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无论是根据科学证据，或者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拢无发现包装顶悬的病毒会危害人的案例。食药署嘛针对防止可能稀脱物产品检测都是阴性的，呼吁中国应该用科学的角度处理。那这一次是针对我们芒果上面的所谓的包装食品有检测到 COVID-19 的病毒，我想我们再次的呼吁全世界，我想只有中国以及它所属的相关的这些关税领域的区域，才有在检测所谓的 COVID-19 病毒，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国可以依照相关的国际贸易的规则来进行。根据农委会统计，对今年4月初1到7月初1，咱外销的酸药量是1840.55吨。前5大主要外销的国家，香港1010.78吨，日本391.29吨，韩国339.09吨，中国50.17吨，文莱21.18吨，也若是澳门是排伫咧第9，到7月初1为止，干那卖940公斤。若月2到外销的酸药，并无列伫咧咱官方外销的贸易统计顶悬。防检局表示，还未收到澳门通报讲迄批酸药有无合格，详细情形还佫了解。记者综合报道。美股伫礼拜四时阵大落，连带影响到台股表现。台股盘中捌落超过14600点，落尾是落482点，收伫14343点。敢若台股这礼拜已经被落到特别到1000点咯。尽管的通货膨胀加上对经济衰退记录，拜四美国全面受压，道琼交易指数落253.8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落149.16点，新罕逊市的标普500指数半年是落20.6%，从1970年以来顶半年上海表现。台北股市开盘也是青平平，小可开出盘中是落袂线，午盘失守14500点，指数继续落，最后是落482.05点，收跌14343点。总共这礼拜台股落将近1000点，就算连续跌，富国新山台积电最后是落22.5块，来到453.5块，落个幅度有4.73%。
8月以后应该市场会变得比较好，因为在7月最后一次升息3码之后，市场就会比较乐观，所以这边是到7月底算是一个很好的布局 timing。事实上，受到俄乌战争、通货膨胀甲美国联准会等主要央行性利息政策等冲击，台股伫1月初5盘中徛起哩18619点，历史新高了后，就开始一直落，30个掼破14900点关卡。顶半年总共大了3393点，是1990年了后顶半年略上济一摆。政经情势的关系，那这个当然会联动到台股。台股是我们大概有60%左右的一个科技为主的一个市场。那相对来讲的话，相关的股市包括纳斯达克啦，甚至于包括韩国的指数来讲的话，事实上我们相对也稳健哈。对于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是充满着大家也是都看好的。林秀平表示，台股是以科技股为主，难免受国际影响有波动，这是短期现象。观察今年顶半年台股的表现，依然比国际相关指数稳健，而且台湾的产业发展也是受国际重视。股市最后也是回归基本面，投资人应该理性看待。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今个经春天布的布堵天，财政部公布2020年综合所得税申报资料，这收入上介少的民众平均所得是34000块，上介好嘅民众平均所得是505万，这之间就差149倍。有学者认为讲受到疫情影响，是因为这收入较少的人必须爱来拍拼趁钱，也毋过这好嘅人一直有伫咧趁钱，也有其他投资等等的收入。若像这疫情无收煞，好价甲散车会愈差愈济。配合财政部推动各项税务业务，达成征纳双方和谐。结束税务人员一个一个上台，伫7月初1税务节这一天，接受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表扬。总统表示，除了减轻个人综合所得税负担，税收阁无减少。去年全国赋税数的收入创下历史新高。在去年，我们全国赋税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2兆8450亿元。我们所得税的基本生活费的门槛调高，以及4大扣除额的提高，不但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让民众很有感。虽然大部分的民众拢感受会到，不过根据财政部公布2020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的资料，申报的拢总有646万2000户，分做20等份位比较发现讲。上低5%，平均所得敢若34000块；上悬的5%，平均所得是505万3000块，差149倍左右，比2019年差130倍还佫较大，佫再创下国内贫富上大的差距。低所得家庭在储蓄的部分，基本上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高所得的家庭储蓄甚至可以去投资加成的这样一个效果，就会拉大了这样一个差距。因为疫情的影响还是在持续，可能在这几年差距扩大的应该是会持续。贫富的差距到底有偌大？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收入上济前3个县市，新北市收入上介悬，平均所得是135万9000块。过来是台北市是127万7000块，还有新德县是124万8000块。若是以村甲里综合所得的平均数来观察，伫新德区和园区附近的新德市关新里，平均综合所得是301万2000，叫做全台湾上介好嘅里。过来是台北市士林区的永福里，这个收入较悬的里，主要是因为带袂少伫新德区和园区食头路的人，或者是企业家，有关整体平均的所得。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呢，伫逐年的财政部拢会公布到这欠税欠真济名单，个人户的部分，黄振中的家族啊，就2个，已经过身的黄振中欠税欠19亿，连续13年拢是欠上济。这第2名是伊的阿姊欠12亿。另外，伫去年欠税欠上济是黄振中的后生黄竹国，不过已经过15年的退税期啊，照法律面来看是袂再搁去检讨啊。当年7月初1，财政部拢会公布欠税欠上济名单。今年欠税排头名的同款也是伊，也就是已经伫2004年过身的黄振中。我觉得没有用，有他们的办法去逃避这个问题吗？这世上没有公平的。让大家知道吧，坏人有这么多，那我们这每年要缴这么多税的人，不是很冤枉吗？黄振中因家族伫财政部2010年头一届公布欠税欠上济名单了后，到达连续13年拢排有着。
北区国税局公布个人欠税部分，黄任中欠的税超过19亿，连续13年拢伫名单内底。另外，黄任中因阿姊谢黄新平欠的税超过12亿，还有潘庆如遗产税欠的税超过4亿9千万。这174个人欠的税拢总超过149亿。高是黄任中因家族欠的税就超过31亿。不过黄任中因后生黄玉国去年也是欠税欠上济，不过今年因为追税期已经过啊，伊怎免纳，嘛已经无伫欠税名单内底啊。黄任中他没有拿掉，是因为他是那个旧欠。那黄若谷呢，是在96年3月5号以后才移送的案件，它不是所谓的我们叫做旧欠，有一个征收期满征收期满就必须届期就要注销。财政部表示，虽然黄任中已经过身，不过依法伊在生有欠税事实，有本税甲罚款，要是会依法来执行。也让黄玉国因为2007年修法了后，追税期上长15年，黄玉国欠税是2007年4月份以上，拄好适用这个法条，所以就免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款用一届就拼掉的饮料杯啊，伫台湾一年内就要用40亿个。政府对7月初一开始要求，也讲说业者呢，若准这民众家己炸杯啊去底，就要赎5块互这的民众。再去新北市环保局也去到邦桥车头稽查，业者无表示清楚，随即罚1200块。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来到麦当劳伫邦桥车站的门市，先提出笑来量5块价差的标示是毋是比5公分长，结果合格。消保官嘛特别关心民众家己准备饮料杯的情形，业者讲摕杯仔来当，但摕空的保特瓶袂当。塑胶的，没办法。7月1号，民众家己准备饮料杯到连锁速食店、饮料店、超商、超市，业者爱提供5块以上的价差。这民众包仔内底就随时拢有保温杯，伊讲家己准备无麻烦，已经变习惯啦。这习惯了其实还好，然后反而没有带的话，会觉得好像少了一样东西。但嘛有消费者认为无啥有可能，逐工带一个饮料杯伫身上。看便利性，所以不会为了5块钱，然后一天到晚背一个杯子在身上。应该是不会。来到这间披萨连锁店，店内饮料机边仔会当看到一介用的纸杯，不过店面所无看到任何提供5块价差优惠的标示。海报还在制作当中，还在制作中，这不行啊！一开始稽查人员准业者无提供一届性的杯仔无法，不过随后厘清这间店是属于连锁速食店，嘛提供纸杯，最后开出新政策上路的第一张罚单。5元的优惠，那就是要标示在明检处。那确实他没有在外面标示明显的那个公告，对。所以是开罚，就是开罚1200。而且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是前往诚品信义店地下街进行稽查，初步并无发现有店面违规。记者用朋友做谢启文台北新北报道。经过17年后，这第33届金曲奖颁奖典礼重新登到高雄举办，这附近的饭店拢去互定价了去啊！而且呢，在地店家也推出相关的活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也有把这届入围的这唱片摕出来做展览，甚至邀请演奏类的金曲奖入围者，这2天在音乐中心的店家内面做演出。提吉他随行演出，伊是第33届金曲奖演奏类最佳专辑奖入围者关家杰，入围演奏类最佳作曲、制作人等4个奖项。颁奖典礼进行接受流行音乐中心内复合音乐店头邀请，伫店内演出。是第2次入围，所以我也非常开心了，因为这次有点特别。就是去高雄这一边去这个颁奖典礼。透过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盛事之后，后面呢的路该怎么让这些年轻的乐手可以走得更顺？金曲奖继17年重回高雄，举办地点高雄巨蛋附近指定饭店，订房已经9成。一个北部瓜皮提早带入去饭店，也用巧克力做出金卡金曲奖杯，每一个人拢能摕奖杯来翕相。顺便来玩呢，因为高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基本上呢，主办单位这边的房间需求就将近了5成。那再加上因为暑假的关系，目前这个周末我们的订房已经来到了9成了。
金曲奖有希望带动观光，连锁餐饮业者也推出优惠，身份证之后，33人会免费得到奖品，也可以参加活动提礼物。深耕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一次既然有这个机会，金曲奖来到高雄，所以我们也特别举办了很多同庆的活动。业者表示，推出活动是为响应金曲奖，也希望受疫情重创的餐饮业，透过活动慢慢恢复原来水准，甚至延续加hiệu抓。记者综合报道。南美馆的强势展览带动台湾庙宇，若准有18层地角的，最近人拢是吵。伫彰化市的南天宫也有18层地角，毋过人一个坐，就物件向破坏啊。家长带囡仔到彰化市南天宫的18层地角电动场景，只多入去就互奈何桥铁口行一大条。桥吓到，而且那个因为突然降下去会痛。囡仔提起勇气向前行，随去就是红仔和地角的规则连续兴发。虽然是电动感应，配合电光效果，看起来也是真惊人。南美馆的强势特点引起鬼怪一条，第一彰化市南天宫的18层地角，不是假日人也真多。心要好这样子。不然会下地狱呀，怎样？手脚断了就只能让它断了这样子，哎呀，就这样摆着也是比较有恐怖感。庙方表示，假日来人数甚至有数百人次，意愿互这50年历史的庙红起来。庙方今日迎请游客前台这个红眼展示，因为这也靠彰化市区北挂山城近，关火拍算串联天空步道，甲艺术家进驻的挂山川，发展人文甲宗教观光。到南天宫。去看18地狱，如果你很害怕的话，没关系，上来这里，上来挂山村，还有上来大佛，可以给你心灵的安慰。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观念来看待这一件事情，不相信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一份悲悯之心呢，转化成对人间的弱势族群的关怀。学者是建议民众对神秘不可知的现象，为以前敬畏渐渐转出好奇，建议用正向能量看待，严结合当地人文景观，发展成做完整的体系，达成社会教育甲观光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今仔日是香港主权移交登到中国的25年，也是香港特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身去到香港监督特首宣誓，强调一国两制是伟大做法，也有真quyền的主治權。香港的新任特首李家超也講，伊愛去使命，全面來落實一國兩制。習近平伫咧中島結束香港行程了後，就離開啊。本人李家超謹此宣誓。7月7日是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監誓之下，香港新任的特首李家超宣誓就職。習近平指出，香港無因為社會無穩定阻擋發展的腳步，而且幾啊屆俄羅香港實施一國兩制，讓香港甲澳門保持資本主義的制度長期無改變，有真大的主治權。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我將帶領團隊全力以赴，共建一個關愛共融、充滿發展機遇、希望和活力的香港。李家超表示，未來5年會負起歷史的使命，全面落實一國兩制，香港人治理香港。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帶領主要的官員宣誓，代表香港新政府上任。針對習近平講，一國兩制是好的制度，行政院長蘇貞昌反駁講，香港人遭受的痛苦是互看現現，自由民主根本已經是無存在啊。中國答應香港人民的已經被世界看穿，被香港人民唾棄。我們也更可以知道，我們一定要堅守台灣的主權。講到香港的局勢，習近平講，香港袂用亂，嘛亂袂起，要把香港的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的手頭。針對這點，學者分析，李家超在反送中運動打壓香港人，充分展現愛國的精神，得到中國的肯定甲重用。按照香港接下來5年，會變做是警察帝國。
香港会比中国大陆内地更加彻底的来实施国家安全的相关的这些社会控制。习近平中昼结束拜访香港的行程了后，坐高铁离开香港。学者警告，香港的人权倒退路。今嘛中国想要把一国两制用伫台湾，政府一定要较明确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香港主权移交登到中国满25年的日子。针对香港未来走向，英国媒体 BBC 也报道表示，北京这几年实行国安法和修改选举制度，甲这政治主义不下调。香港社运人士伫未来恐惊是真恶看到这抗议活动，而且香港的经济也会愈来愈活中国。虽然有香港意识的一寡香港人会离开香港去到别个国家，不过后一代伫香港大汉的人会变出真爱中国。过路大楼插着红旗旗的5星旗、区旗甲祝贺标语，欢庆香港回归25周年。英国媒体 BBC 初一分析指出，香港基本法承诺特首甲立法会议员双普选，不过去年北京实施国安法甲修改选举制度，大大限缩香港的政治言论者自由。去年香港至少63个工会团体被迫解散，苹果日报甲立场新闻陆续来关停，陆续规间暗会也无存在。英国首相强生30批评中国无遵守尊重一国两制承诺。对着2725年，前北京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梓敬坚持，即要无干涉国安，香港人也是享有这个自由。不过，前香港政治常委熬倒选时闭关来表示，未来恐惊真难再看到大规模的抗议。希望其他世界國家繼續可以即係其他香港人繼續即係打贏呢個國際線，可以令到其他國際嘅人都會睇到而家香港發生咩事。 We are not giving up on Hong Kong. 25 years ago, we made a promise to the territory and its people, and we intend to keep it. Doing all we can to hold China to its commitments so that Hong Kong is once again run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自从香港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BBC 引用标准普尔的亚太首席经济分析师指出，97年香港的 GDP 差不多占中国1/5，不过随着中国崛起，只剩敢剩2%。虽然香港有国际所认同的法律体系甲财经市场，不过近来甲北京冲突甲清零政策开始失去对外商的魅力。对2018年到2021年，伫香港的跨国公司开业总部数目落涨50%。另外一方面，中国公司伫香港设立的商店数目是成长28%。我相信，就伟大祖国作为坚强的后盾，也有我们新一届特区政府有750万香港市民上下一心，再加上我们商界和青年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一定可以为香港开新篇。不过 BBC 指出，香港近年来有真侪人移民，敢若去年英国为持有海外国民护照的人提供移民签证，到即阵有12万3000名香港人提出申请。虽然移民海外香港人可能保有香港身份的认同，不过亲中人士相信，下一代香港人会更加爱国。公视新闻王亚芳编译。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初期，就去互这个罗西亚占领区的抓到呢。这乌克兰4个月以来想要甲伊讨倒回来，虽然无成功。想要到6月30，罗西亚军队说是主动离开。乌克兰表示讲，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胜利。不过，这个罗西亚认为讲，这是为着要显示乌克兰的5国半岛出口造成粮食危机。这责任是乌克兰爱担，唔是罗西亚负责。 Мабуть, так само багато говорили про зміни тільки у той день, коли туди прибув російський корабель. Потім і корабель відбув назавжди, а тепер і острів знову вільний. 关岛大约41公尺，面积只有17公顷的小岛，已经完全看无俄罗斯的能源甲设施。乌克兰甲部分西方媒体讲，乌克兰军队将成功将俄军赶走，夺回乌海西北部海域的战略要地，是一项重大胜利。不过俄方是完全无同的讲法，俄军是指出，铁军是俄方善意的表现。 Да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не позволит Киеву спекулировать на теме надвигающегос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ссылаясь н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воза зерна из-за тоталь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Росси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части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Теперь слово за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котора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разминирует побережье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у своих берегов
включая припортовые акватории. 关于抓到的争论对开战的初期，就伫各种的媒体平台顶面来传开。乌克兰一开始强调，岛上守军真勇敢来对抗数量压制性优势俄军，最后全部来牺牲。不过事后证明，这官兵大部分无抵抗，由指挥官带队直接放下武器向俄军来投降。媒体流传向俄军大声呛声士兵，后来也平安无代志。除了支持俄军八照着控制抓岛，阻止乌克兰七个物件出口，造成粮食的危机。西方国家也伫开战了后，祭拜要求今年论坛 G20 高峰会第数1年卖予俄罗斯总统普廷来参加。也过印尼总统佐科威并无安尼做。伫进前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访问时，佐科威当面邀请普廷伫11月出席 G20 高峰会。除了军事甲外交的战场以外，也传出俄罗斯也甲西方国家互相骂来骂去。英国首相强生就着提议支持的领袖甲外头腾落来显示欧美比俄罗斯更加强悍。普廷是回应指出，西方领袖应该多多来运动，戒掉爱啉酒的习惯，若无外头腾来了后，会互支持的高峰会更加歹看。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有一架美国邮轮进前伫个阿拉斯加海峡撞到冰山，旅客随甲这画面翕落来，加在全部的人拢平安无代志。My God, Titanic 2.0! Oh my God! 美国邮轮挪威太阳号顶礼拜六伫阿拉斯加要行向哈伯德冰山的时阵，向向弄到小冰山。And all of a sudden, boom! The whole ship shakes, and I'm like, "Whoa, what's going on?" And then I just start recording. 眼前的冰山愈来愈大，船顶的乘客无法度相信，拢大声叫。塔波特翕的这段影片放去网络了后，回响真热烈。另外一个船顶乘客就是有人大力关门，后来才明白代志大条啊。这事件互人马上想起有名铁达尼号沉船事件。I mean, I think people just go back to the Titanic. You know, they hit an iceberg, and we didn't know how often that actually happened. 意外发生了后，挪威太阳号暂时去阿拉斯加首府朱诺港停靠。检查了后，发现这边船头受损，邮轮临时改变行程，继续登去出发地西雅图。虽然无法度行完预定行程，有关遗憾，不过乘客拢真欢喜，用平安回来。按照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的分类，冰山爱观测海平面5公尺，宽30到50公尺。这摆邮轮弄到冰山规模无大，是属于小冰山，或者是冰山角。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辑。国民党第一名郭志恩要去选高雄市长加陈其迈车拼，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就落南去助选。另外，台北市的选前有风声讲，立营要用由黄珊珊的声势来压制蒋万安，说是无效果。颠倒去互黄珊珊抢走立营的选票，蒋万安也口说民进党讲，莫搁再饲鸟鼠加布袋啊。另外，桃园选战的部分呢，新竹市长林志坚会伫咧7月初8时节投入桃园选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身到南合体拿下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恩，只是进前朱立伦讲60岁郭志恩是阳光查某囡仔，引起外界质疑甲口水。朱立伦强调对性别年会期是真可体，郭志恩也为讲话。我补充一下，柯志恩离开高雄的时候是阳光女孩。这一次回到高雄是阳光女孩的妈，好不好？我女儿很阳光。朱立伦再去替郭志恩入场，下晡拜访拿营票仓左营区，到陈其迈再去到伫左营区主持运动中心启用典礼，面对对手告状，陈其迈讲将厝顾好上重要。不知道做了多久的时间，我就住在左营区，所以我的工作当然是先要把家顾好，最重要。台北市政府不知无党籍政权律师董文芬宣布要参选台北市长，传出月行内部评估选战策略，彭黄对蒋失灵，反对党和黄珊珊吸走因的选票。蒋万安考试民进党是机关算尽，民进党要如何操作，这都是机关算计。我要提醒民进党，起鸟气、假布袋这种错误的教训发生一次就好。这个表态清楚提名林佳龙透露，党内并不正式定选伊参选新北，相信党中央会在7月中全代会进行完成相关提名。另外，民进党定调新竹市长林志坚参选桃园，副市长沈惠虹出征新竹，两人拢在初8甲初3正式提职投入选战。
陈章贤秘书长从我上任一直协助我推动各项的市政工作，也是代理市长的不二人选。林志坚也强调，家己离职了后，会伫桃园顶开地方拜访，争取桃园市民认同。地点确定了后，就会转负责到桃园市。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桃园警方追查一台有问题轿车，想袂到这台车唔打动着准拄线，颠倒冲较紧。落尾咧，这车顶4个嫌犯去互警察压制，过程中去互民众翕落来传到网络。当市长郑文灿也有去慰问警察，学到因的表现。不过，也有民众质疑讲，这警察的执法伤过头啊。学者也表示讲，这部分确实爱特别注意。一架歹配合临检的车。西进向去弄着几架车，还有警察车，一路为桃园地检署走去罗德区，车顶的4个嫌犯去互警方拖落来，而且伫车底佫找到一支改造的枪，枪支还佫有安徽他命。专案以妨害公务、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甲枪炮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市长郑文灿车伊去保安大队，感谢这些警察辛苦的付出。我想，警察是人民的保姆，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个强势的执法能力。才能够保障市民的安全。警察逮捕的过程，去互民众录起来，传去网络顶引起讨论。画面内底2个嫌犯，去互警察压伫涂骹，另外2个嫌犯互拖出来了后，去互警察用警棍喊。有网友是真认同，不过嘛有人质疑讲，甲人逮捕了后，还佫用警棍咧喊，感受执法过当的疑虑。必要的强制力可以，但是如果这个嫌犯已经完全在你的掌握之下，我们就不能说基于气愤又在踢2脚。针对最近警方执法，现在去互特别放大来检视。学者认为讲，伫真紧急的时阵，警方伫第一时间以强制力严格执法，确实有伊的必要性。不过嘛强调讲，迄当时的情形，若已经完全伫警方的控制范围之下，达到逮捕的目的了后，若佫有非必要逮捕的行为，都是超过执法的界线。记者综合报道。囡仔歇热是对7月初开始，不过学校活动也是营队，还佫有真侪人伫咧举办。以台北市做例，所有参加实体活动的人，拢爱做过3档疫苗。国小囡仔上无爱做过1档，中学生若准去到外县市营队，就爱做满3档疫苗，或者是提供2天内快筛阴性证明。用汉镜看理论，望拿理标本的皮。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伫休热第一天试营运生物多样性上设展，因未招中小学生吸收新知，因为敢若是参观防疫无另外要求。涵过了后的宿管活动，爱遵照台北市的指引，各高中生爱做满3剂疫苗，国小爱完成1剂疫苗，若无爱提供2天内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参加。应该好啊，应该大家就是说，你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其实我觉得2剂就够了，第3剂有点像是打心安的。保护别人也是保护家己。这休热了后，全国中的新生多伫各中国小含接期，目前只做1剂疫苗。因为我是打12岁以上，然后5月多才打。所以你希望赶快打？事实上，台北市开放各高中职办理跨县市校外教学，各小依然维持伫台北市境内校外教学。不过民间团体应对佫较侪，家长表示，防疫如何落实也是一个问题。目前无打算让囡仔参加休热营队，没办法放心的玩了。没办法放心。对，因为以往有参加，可是因为不用担心疫情的关系，4天。4天。要住吗？不用。如果说他没有带快筛证明现场报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做快筛。在用餐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也尽量能够调整为便当。救国团指出，休热推出300项实体营队，拢用高规格防疫，基本上甲台北市同款，佫增加现场快筛。不过真明显，家长拢等咧看，目前报名意愿意见行者户外活动较受欢迎。记者综合报道。中科院伫嘉义滨乡有设一个航太园区，为着要掌握园区的开发进度，中科院今日专工来到现场了解。地方也讲，期待这园区设立会当创造就业机会，互老社区有新发展。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主任说明目前滨乡航太园区开发的进度。船长讲，进前这个所在是环境甲治安的死角，因入来整理了后，即马环境有正大的改变。定期在巡逻。可是都是就是巡逻尔啦，无去管理就对啦。一直到164开通，
好啊，后来交由中科院，中科院再认养凤梨桥，来再做逐步做开花，做环境整理。2019年7月底，第一届伫民雄举办说明会到单，中山科学院伫嘉义县政府的配合之下，目前民雄园区甲无人机航太产业园区已经进入实质开发的阶段。县政府表示，航太园区暗算伫2025年正式对外招商。这个产业园区啊，有中科院，也有民间的产业园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基地的规划。那民雄未来这个地方的产值预估1年大概在35亿。大概会使用到1200个工作人员。嘉义县无人机产业分组民雄太保甲宜德，民雄这边负责中大型商用甲军用无人机的生创生产，嘛是实现国防自主的基地。县长表示，地方真期待园区的设立，希望会当创造就业的机会，替老社区带来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真侪民众拢爱食乌泥这项这个海产料理。偏乌对今仔开始会当落去海里掠，时间是到8月底。不过在地保育团体认为讲，这几年这乌泥海胆的数量无增加，价值也欠悬，认为即马管制强度也是无够的。伫海产店头前，放袂少打只买来马粪海胆，工作人员当无用伫处理。休热旅游的大月，游客来到偏乌佚佗，拄好当到7月初1，开放会当捡海胆，因是赶紧把握机会食一顿啊好料的。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像布丁啊，入口即化了哈，好不好吃？好吃，值不值得这个价钱？超值得。为了保育资源，偏乌的马粪海胆一年敢若开放7月到8月会当捡，而且连壳的寸尺都爱伫8公分以上。业者讲，因进货一粒差不多100外，再搁看大细粒卖出去，一粒有的会当卖到200-300块。200、250、300，大概是分大小颗，尽量都一定是8公分以上的。不过在地保育团体指出，虽然有限制捡海胆的时期。不过，因发现讲马粪海胆的数量并无明显增加，用过一届要捡300-400粒，毋是问题。后来敢若剩1-20粒，到即嘛可能敢若无到10粒尔，而且价销一直在加悬，嘛显示资源长期减少。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的管制的强度，我们认为是不足够的。我们认为应该要改变现在的管制的方式。嘛有民众认为讲，开放捡海胆的时间要缩短做1个月。唔通加2个月，因为若有诶味无对的是放来要做种啊。唔是啊，轮2个月，大家一直味了了。绝有。像绝种有去了了。基金会认为讲，若要互数量恢复，除了禁止捡海胆以外，嘛会当采用总量管制，或者是爱有许可证等等的做法。针对这点，偏乌县农渔局表示，需要透过咨询委员会来评估这个方法敢有适合偏乌在地海胆。另外，完全养殖技术嘛已经发展甲真成熟，按算伫今年试办人工饲海胆，看敢是会当解决目前的问题，来保育海洋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婚姻未了，镇南宫当咧准备变行王，这做王俊的师傅，即马是愈来愈歹找。庙方是开几个月时间，总算找到这师傅。镇南宫也希望讲，透过宗教仪式，或者疫情赶紧结束，也或者传统信仰甲工艺继续传承落去。看师傅手举贡推啊，一个一个斟酌甲每一块茶供互接做伙。这是婚龄未了的中山镇安宫，当咧打造婚龄规模上大的迎王祭典的王船。其实我伫国小的时候，和阮老爸在做鱼做，我10几岁我就做，那是从渔业的造船技术再来沿用这个王船制造甚讲仿制古代船的那个做法。即摆会晓这个技术的人都有偌济？无介济啦，像东港遐因迄边都蛮有坚强的阵容。这位高雄来的师傅陈友谊，自细汉对老爸学做渔船啊，即马将技术运用来打造王船。庙方伫找到陈友谊进前，找过真侪位王船师，毋过请示拢跋无杯，找2-3个月才去到高雄找到陈友谊。找这王船师吼，我来找真久啦。阮在参阮委员会吼，来找过来个啦。跋杯嘛，就讲即个陈师傅来做较拄好啦。若找应该找2-3个月。中山镇安宫举办王船节，除了希望将国内疫情甲灾厄赶紧送走，更加是希望会当传承迎王的信仰文化，也佫有师傅愈来愈少的王船工艺。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博物馆较无法度办实体展览，就让规期利用家己的特色来伫咧线顶开数位课程。亲像新北市英歌花亚博物馆最近就推出花亚技术数位家教，伫7月底进前，逐礼拜六拢有线顶课程。它是通过手的拍打跟捏塑呢，自由成型来做盘子的外形。道具老师透过录制影片来教民众简单的手作，这是英歌德辉博物馆因应疫情最近开设的线顶道具课程。它其实都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其实我们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做出一个很棒的作品，它真正很快乐的时候是你在捏陶的时候。道博馆最近陆续把教学影片放伫面册，内容以生活用品、操作、工具伫厝内就通找到的物件为主。嘛，因为囡仔休热开始啊，希望大家居家踮厝内，嘛通有消除压力甲学习的管道。创意玩陶的一个教学影片，其实是由陶博馆、陶艺教室3位老师，他以多年的一个教学经验，精心设计录制7部影片。拍到跟你的手指头一样高。道博馆表示，受疫情影响，各地博物馆拢咧试看卖如何转型，除了馆内课程改造线顶，目测数位展览，希望透过网络传播博物馆的教育上。记者林亚文林凯新北报道。新北市参新竹林区管理处合作，成立全台湾头一个碳循环平台。未来会把这铺落来的柴壳提供予环保局用来做中古家具的修理。无论是椅桌还是古早时代的菜橱，经过整理了后，看起来就亲像新的同款。为着要大自然资源循环再利用，新竹林管处未来会把一寡形质较差的材料，除了提供予学生使用。来用来整修二手家具，会利用我们在书法的过程里面产生的小积木，或者是比较残余的一些这个比较没有用的一些小材，那提供给新竹市政府这边的环保局这边来提供制作修复这个旧家具。环保局指出，除了把柴壳摕来整修二手家具，无做产生的柴壳泡，还当当做有机肥料来育树苗。提升循环再利用的效果。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课程上运用，也可以在家具上修复，以及甚至是到整个环境的影响都能做一些改善。原来不要的这一些木材呢，或者是比较没有这么让市面上拍卖比较好卖的这些原木料，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管道的一个消化，这样子整个就达到整个这个废料循环或我们二手家具循环的一个目标。环保局表示，透过这个合作计划，希望大自然的资源会当尽量循环利用，让二手家具有新的生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日本东京已经是连续6天拢出现35度的高温，这电力使用加特别紧绷。日本政府这礼拜是赶紧呼吁企业甲家庭要来省电，有政府这部门呢是带头省电，就甲办公室的电费禁禁掉，这员工只好伫暗蒙蒙的环境底下上班。日光灯一拍熄去，办公室一日变加真暗。尽管光线不足，员工也是对电脑继续来办公。这毋是伫咧算大冒险，而是日本经济产业省为着省電，拜是調降甲辦公室嘅部分嘅電費關掉，予公務員暗地辦公。室温28度が適正だと言われてますので、その設定室内温度にすることと、あと照明の間引きですかね。照明を消したりとか、あとはジャケットはもういらない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例年通りですかね。ただ照明消すのはやっぱり今年は結構例年ない形ですかね。那办公室電費關起來，部分的電梯也暫停使用。會安尼做，是因為日本最近出現大熱日子，東京氣溫已經連續6天達到攝氏35度，拜時更加升到38度。天氣熱，甲予民眾一直吃乾，強要擋袂牢，電力也究竟無。政府是一直呼籲企業甲家庭用力愛較省的。7月起更加啟動全國節電的時期，希望大家在無影響生活甲經濟情況下，配合節省用電到9月底。心配ありますよ。6月でこの状況ですから、真夏の7月、8月になった時にどういうふうにな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がちょっと想像できないぐらいちょっと心配ですね。
这是日本7年来头一摆全国性的即星用电，只是天气也是真热，掉线的机会也增加。当日大概有超过1500人敢若掉线送病院，创下10年来上侪纪录。日本政府提醒，民众爱补充水分，若伤热水嘛爱摕热，必要时阵伊愿爱适当来开冷气，避免身体无爽快情况发生。公视新闻市婉玲编译。伫咧印度孟买有人类的生活范围接近着国家公园保护区，野生的豹定定暗时走来到人家厝附近乱扫，不时传出人甲豹冲突，甚至过去1年有20个人去互豹咬死。当地政府认为讲猎豹方式不好，应该爱兼顾生态和平共存。画面内底，这个查某囡仔今年9岁，伊当伫咧整理册牌仔。伊5岁的时阵，就捌发现有花豹伫咧因兜外口。伫印度人口上侪城市名马，伫一个国家公园是真热。住伫内底的花豹因为失去百姓的栖地，野生的鹿仔甲兔仔等等的食食来源减少，只好就去食人人家厝的精生仔。地属这个有10万人的庄仔头，生活是真无平静。लेकिन अभी नहीं जंगल ही नहीं रहा तो कहाँ रहेगा तो कुत्ते और बकरियां लोग पालते हैं मुर्गियां पालते हैं उसके आधार पे वो जंगलों में आता है कभी कभी अटैक भी हो जाता है इंसानों पे。最近这几年，明马捌发生几件花豹甲人攻击的事件。国是2010年，就有20个人去互豹咬死。时间上上晚的一届，是发生伫咧2017年，住伫咧滨边区的一个居民为你讲，因查某囝迄当阵伫咧因兜附近咧佚佗，想袂到尾手煞伫咧因兜后壁的树林内底，找到因查某囝遗体。उसको तो अभी दुख तो है अभी गया तो बच्चा वापस नहीं आने वाला ना 4 साल का लड़की था。当地真正传出豹入侵的事件，这嘛互在地居民感觉真惊吓。国家公园捌派人去抓，不过所发现讲，安尼颠倒会互豹甲人类当作是敌人，攻击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将其尾官方是决定要改变策略，动保单位最近伫咧花豹分尸顶放追踪器，调查因活动的路线甲范围，希望会当促进人类甲豹会当和平共存。And of course, this is Mumbai, so there are always going to be developmental projects. So how can there be a win-win situation where the developmental project causes minimal harm or aids the corridor rather than destroying it? 目前伫咧明马国家公园附近，这庄仔头甲公路，拢已经采有花豹出入警告的标识，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即马连遐个囡仔拢已经知影，若是拄着豹，爱安怎来反应。जैसे अभी लेपर्ड सामने खड़ा है तो अपने को उसको ना ऐसा मतलब छेड़ना नहीं चाहिए तो अटैक करेगा。公视新闻3回变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